弟仔教我写诗，那安尼就麻烦你啊。赖永华，我有2个孙仔，一个3岁，一个5岁。咧算迄支美少女战士的魔法棒，弟弟是对倒体。原来是爸爸伫网络新买，要互因姐。迄支短短啊，电池倒好一粒饲落，顶悬粉红色塑胶爱心，阁会闪闪啊死。弟弟讲伊即摆会晓变足侪魔法，只要伊迄支举咧。伊笑头笑面，看到啥物拢会吐者。甲倒仔变做倒仔，甲椅仔变做椅仔，甲菜瓜变做菜瓜。我讲弟弟，你敢会晓甲阿嬷变少年，亲像伊抱细汉阿叔的迄张相片内底？弟弟讲袂，毋过伊会晓甲阿嬷变做阿嬷。我讲弟弟，你敢会晓甲阿叔变做爸爸？伊妈妈伫边仔笑，讲爱先甲迄箍阿姨变愿意结。弟弟讲袂，毋过伊会晓甲爸爸变做爸爸。无毋对啦，毋过恁姊仔5年前就大先变过一遍。我讲弟弟，你敢会晓甲中华民国变做台湾？弟弟讲袂，毋过伊会晓甲台湾变做台湾。